那你要怎么回去啊？走回去。那你等。好。我才不会回你呢。我加个油。风轻松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晶晶，你家住在哪儿？晶晶。准备出发，全程82公里，预计需要1小时31分钟。晶晶，我到家了，我先下去了。我先回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上海？小朱说，你初4就要回上海，初5要去外地拍戏，是这样吗？差不多吧。我知道了。春节快乐。春节快乐。那你要怎么回去啊？走回去。我家离这不远。那你等。好。我才不会回你呢。好。晚安。姐，还是我耳朵灵。回来了。姐，我给你拿着箱子啊。你总算回来了，算算时间是该回来了。小心点。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到了家也不打电话，也不按个门铃啊？哎，那大箱子你自己拖着呢？哎，你司机呢？